你隻靚錶抹油啊，都要翻原廠啦。做身體檢查點可以求其揾㗎？驗身就好似用顯微鏡睇機芯一樣，睇到咁細緻。我哋玩錶最講求梗係精準度啦。第一健康用嘅係飛利浦3.0磁力共振，個孔徑仲有成70cm 咁闊，個人瞓落去又舒服又冇壓迫感。而佢哋嘅 CT 咧用咗西門子，全部都係國際頂級貨，掃描精準精確，就好似我哋手錶入邊嘅零件咁細啊，都睇得到。而且咧佢仲獲得國家衛健委連續10年啊獲得滿分嘅評分添啊，簡直係信心嘅保證，唔係間體檢中心可以做得到啊。份報告雖然要等幾日啊，但係慢工出細貨啊嘛。而且你份醫療報告啊係有5+1嘅私人團隊幫你跟進嘅，一個私人醫生啦、中醫、西醫、運動師、營養師，仲有一個私人嘅健康顧問幫你一齊去跟進你成份報告，夠晒細心啊！我成日都話啦，男人撐住頭家，人冇事先可以做到世界冠軍㗎嘛！即刻 click 下面條 link 試一試真正嘅 VIP 體檢，標同推介過嚟第一健康做體檢，高質素又幫你慳到錢。